記得每個快樂嘅時間，幫我嘅近，幫我交織嘅世界，要相愛永恆，讀到很多嘅恨，那種永恆，那種記得。弹嘅歌曲也是冇咧，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不娛樂呢個節目。哇！一開始先俾大家來彈一啲啲好彈嘅歌曲，大家來分享你今日來賓係來自呢個閩南話好歌鄉行好，你客家嘅創作歌手邱淑珊分享。大家好，我係邱淑珊。大家好，我是邱淑嬋。哇，剛才好好聽哦，只唱一點點。為什麼呢？喺各位彈客家島嘅歌曲，就是去網絡上收聽，就是搜尋邱淑嬋就可以找到。真的哦，我覺得公司才發哎，其實淑嬋這個名字我已經聽太多年了，不過今不應該係替拜，算是正式見面第一次，然後我就被圈粉了。泰嘎迪為什麼我被他圈粉嗎？兩個原因，第一就是他身高172，一個很高的青島給講誰麼？聽一就會哇，就是你真的衝狗血有一種很棒的那種魅力耶，就是不管是你的發音，然後你的共鳴，然後你的聲音，然後你的歌曲，所以今天我算是遇到那個就是有新的偶像，這樣。謝謝。不過簡單講一下，他剛有發現我，一個是衝狗嘅時間，我導播給他的鏡頭是襪子，襪子，我的襪子，對，你的襪子，所以要不要是賣事情，你知道2點。我因為剛剛錄影的時候，導播就說啊，這個淑嬋唱歌吼，就是只穿襪子。然後導播就說啊，他之前錄過2個歌手，一個是萬芳，一個是陳綺貞。對，給了衝狗也蠻黑暗牛牛說哇，給我們的來賓也是，就是文青才女創作型，所以榮登你在這個導播錄影的第3位創作女歌手，可以跟其他2個齊名，有點開心，對，你還太開心了。對，聽一件事情就會說這個襪子為什麼有你的臉，而且顏色好好看，所以要不要講一下？因為這個橘色跟我那個專輯封面中間的那個橘色是一樣的，對對，然後有一個你的臉，對吧？對，所以這算是你的周邊，它會跟專輯實體專輯一起賣。對，好，那大追故宫都壓，就是說今天我們淑嬋要出專輯了，所以先恭喜你要出專輯。我現在手上是沒有實體，可是節目播出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實體，也有在數位上架了，聰夢。對，然後這個是你的周邊，對不對？那怎麼樣才可以得到周邊呢？會跟專輯一起預購，哇，好棒哦！然後限量300雙，好少哦。就是很怕賣不完。對，我要講一下，大家可能買青島的東西，誰都有周邊，聰夢。我覺得周邊大家真的要認真考慮，除了有自己的特色，也要認真考慮拿到周邊的人有沒有實用，我覺得也蠻重要的。對，先恭喜你要出專輯了，謝謝。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聊一下。不過恭喜這件事情，要再恭喜一件事，就是金獎，對不對？恭喜你入圍最佳民謠歌曲。很開心哦，很開心，而且就是沒有想到，很意外的一個禮物。我覺得人生命很棒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太刻意去強求，或是強烈的慾望想要去得到什麼時候，他都會somehow在什麼時候他就會回饋給你，這樣。哇，好棒！講自己都很激動，然後表現得很冷淡，沒有，真的很開心哈。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這次的專輯，我們這次要這種專輯跟名叫繭的形狀，對，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繭的形狀呢？它指的就是手上的繭。這個繭，彈吉他也會有。彈吉他的話，手指頭都會長繭。就你很認真的練習一件事情的時候，就會長繭。它代表就是
你不断的重复的想要完成一件事情。那有些人的茧的形状可能是一本书，有些人是一幅画。那属于我的生命的茧的形状呢，就是这张专辑，我的创作们。所以就把我生命的茧的形状分享给大家。很棒哎！那时候我还问形常讲，那个茧的哈嘎巴你有讲有没有？茧的哈嘎巴就是虫，如果是那个真正那个茧就是虫包，对不对？虫包。但是如果是手上这个茧的话，是稀昂漂，稀昂漂，就是你知道起了一个硬硬的那个。包这种意思，这是客家话了。但是回到这个专辑就很诗意。其实我很喜欢跟淑嬋聊天，我真的很想问，就是说那属于你生命中那个茧的形状是什么？虽然说我们在专辑里面可以听到，不过我希望等一下分享某 Q 给公 Q 给世界就被定义专辑，它到底它生命中那个讲是因为生命中茧的形状是什么？哈，对。不过说到这边，你刚才唱的那首歌是形，对，你要不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听你分享形，应该也会知道你的茧的形状是什么，对吗？嘿，所以我出沙对好上我出沙飞是跳入的时间，那个转换期，对，是出乎我意料的很难过那一关。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说，就出社会而已嘛，就是工作啊，就是赚钱啊，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结果就是真正的进到那个环境跟进到那个身份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这个附近。是一件冇简单的事情，所以在那个身份的时候呢，混乱了一阵子，我就把那个混乱的心情写了下来。那经过了一段时间，找到节奏之后，我又再把找到节奏的心情写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前面主歌跟后面副歌不太一样，前面主歌可能会有很想要冲出个什么的感觉，但后面副歌的时候，好像找到了一个你知道要去哪里的感觉，就是因为我2个不同的时期写下来的东西，然后放在同一首歌里面。那个有真音整一堂给歌词，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会按快乐给，就会觉得哇，这个小女孩没有那么开心。对，你讲太敢有糖豆，我给讲的就会讲。好像出社会，我觉得其实是自己对自己身份转换的一个确认。哪个杠勾会按钮你？因为当学生的时候，你其实还是有一个依附，你的重心就学校嘛，反正我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就做得嘞。你出社会过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你都要对自己负责，食衣住行娱乐。对，如果你要独立，对不对？然后完全的独立，我觉得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时候像成年礼一样，我觉得那对你来说好像是跨越一个成年礼。我自己看你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听歌的感受是这样。所以它真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我的 demo 跟我一开始在唱的时候都是比较灰暗的那个心情。我听起来是没有，但是我觉得狗词有暗可以搞。但是在进到制作以后呢，制作人小硕老师，他就把它好像把这个灰暗变成了一个能量。懂。他是感觉是希望我透过这件事情，然后给自己或是给听见这一首歌的人，行出一个力量，有爱有给能量，什么哈？对，你看刚刚给公都专辑就是那个制作人，就是我们这次你是跟萧贺硕小硕老师合作，你知道就是令很多人羡慕对啊，这算是你跟听一中走一起从吗？听一中走一起你就可以跟一个这么棒的制作人合作，是怎么做到的？对。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都还不确定制作人要找谁，然后我的专辑企划呢就有列了一些名单给我，让我去听这些制作人们的作品。好棒哦，列名单好像可以勾选有吗？对，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样。听完之后最喜欢的是小硕老师，但是其实我们都跟小硕老师完全不认识。但是透过朋友的朋友先去跟小硕老师打声招呼，然后就小硕老师就说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寄 demo 来让他听听看。坎坷那声，然后我们就有把一些现有的 demo 都寄给他，然后收到的回复说我们可以见面聊聊。好棒哦！我觉得真的可以见面聊聊吗？然后他刚好就是要来台南，然后我们就约在台南。当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马上聊专辑，就是分享生活、分享音乐、分享创作，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很开心的聊天。然后聊完之后呢，到尾声的时候我就问
那老师你愿意就是接下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吗？他就说没有办法不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肯定。刚刚那句话有吓到我，说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不接哦，哇，好棒哦，开启了我们的制作的缘分。是，对，而且听说这个小说制作人很喜欢你其中专辑一首歌叫《影子》，黑猫，样哎，对。我自己觉得《样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诚实跟很赤裸的歌，因为其他的创作可能是被我消化之后，但《样哎》讲的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我刚好前阵子要上了一个引导课，他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这样子聊天、讨论、提问，会得到打开礼物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在我决定要写下我对家人随时会离开我这件事情，要就是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可能会写停，觉得好像不该写，好像到这里为止，不要写了，或者是我要掏出多少。所以在这个写停跟对自己提问的过程中呢，我就获得了一个打开礼物的机会，就是写下《样哎样哎》这首歌的勇气。这个是给阿婆的一首歌，就是写给阿嬷的歌。哦，了边还有动动的故事，所以请你跟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再转来谈几个故事。知道应该要弄一个类似什么小酒馆的夜晚，有没有？然后就是好好的听淑蟬唱歌，这样，哇，真的是很舒服哎，然后很浪漫，然后想一直听下去的一首歌。然后这中间其实我刚好听到你唱哈嘎发，也有华语的部分，对不对？对。亚述狗给歌名叫《棉被》，那你们南部给吸烟，你们用狗皮滚嘛，对不对？你看淑蟬的脸，就是很单纯的样子。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那么问吗？因为俺也讲回流 Q 嘛，还有 Q 还棉被，你知道怎么讲吗？海陆吗？屁滚是吗？不是，就是屁哦，屁没有皮滚。其实后来想想，有讲到屁滚，可是就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记忆里面，躺妈妈讲都会讲哦，你的屁那来，然后我也摸熊安豆，然后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刚刚是在讲
屁纳雷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屁纳雷。可是因为你刚刚唱屁股，对不对？有啦，回流，叫我们又讲屁股，你讲没又讲屁，兄弟朋友还没又讲屁。对，因为屁股好像是那个里面的那个，你说心，对。如果是外面的话，就是对皮。对，因为你懂客家话的声音，你就冇感觉。可是如果黑公你真的要去认真去想，你几个公嘛改谁叫棉被就是讲屁。可是我觉得棉被这首歌，就是说，你要听，觉得好浪漫哦。对，那这首歌非常改提票，然后大家都讲一下为什么很特别呢？黑公大家又一不弹转起来，还以卖转起来弹些，里面有一个我们心目中哇，算是我们的偶像吧，天后就是万芳老师的声音在里面。为什么你可以跟小树老师合作，然后又可以跟万芳老师合作？分享一下嘛。其实呢，就是我也是从很近才开始喜欢万芳老师的。我喜欢他给你们的那一张专辑，就是它虽然是一张谈生命的歌，然后我的生命经验其实没有办法都感同身受，但是从他的声音，就是从他表现，就会觉得很有情感。然后我有去听他去年底的演唱会，然后就想说，一个出道了那么多年的歌手，可是他在台上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然后你可以感受他就是真的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希望透过唱歌这件事情传达能量给听歌的每一个人，他就他们希望乃七嘎马周的成为像他这样的歌手。那我们后来在做《皮骨》这一首歌的时候呢，就有想说会有 feature 一个对象，但还没有想到是谁。后来就是在心里面很大胆的觉得有没有机会找万芳老师，然后就跟小硕老师提了这个人选，然后小硕老师就说好，他就问问看，然后万芳老师也是说可以听听看 demo， 然后听完了之后我们就约出来聊聊，感受一下这一首歌。在台北还是台南？在台北。对，因为你看我有没有很认真听，有没有？那刚他跟小树老师也得台南嘛，对不对 ？OK， 所以在台北的咖啡厅是吗？就是一个很隐秘的咖啡厅，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咖啡厅通常都要小小声的，所以我们前面也是一些很日常的聊天，然后分享很多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些经验，就很开心的聊天。然后聊到一半的时候，万芳老师就突然说：“舒찬，我们来唱唱看这首歌好不好？”然后就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厅，然后因为就不能太大声，我们两个就靠得很近，然后一起唱那个副歌的部分。然后那个过程中就看着他，然后一起唱这首歌，就觉得哇，我觉得就是要他的声音在这里。然后真的也很幸运，他后来答应了要一起唱这一首歌。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听到？哇，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我们在录那个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就在那个 control room 那边听到万芳老师念，我就觉得我刚才一听，就现在刚一听，我也是哇，整个就觉得他的声音就是马上，我都不知道我是太累还是怎么样，就很想飙泪，我不晓得我现在，所以对哦，这很适合，就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像躲进棉被里面，就是棉被就是你小时候很害怕打雷的声音，或是被爸爸妈妈骂，或者是很难过的时候，你就想要躲进棉被里面。然后希望《棉被》这首歌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好像是你的保护的一个，对，好像那种秘密基地，对不对？好像一个秘密基地，你想要跑到秘密基地里面，想要被保护的时候，你听到这一首歌，马上就有那个受到保护的感觉，好棒哦！怎么办？我做了一个屁的开场，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青龙班给秘密基地。我觉得会年轻的时候啦，呀哈唔会啊，不过看还有上个时间，如果遇到什么很不容易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很悲伤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情绪的时候，就哭嘛。那哭的方式很多，那有种方式就是一兜敏虫，有没有？随都给片啊，你就把棉被盖起来，自己躲在棉被里面哭。现在偶像剧也会有这一招，自己躲在棉被里面哭。对，但是那是一个保护的一种感觉，哇，好棒！哇，有些朋友会讲，你真劲吼，我去糖亚中转型，就作为糖豆这个蔬菜刚才讲的，按用给
你知道那种这么情感的一个传递，真的很棒。还有一首歌，因为给不给。其实苏珊楼亚拍 C 叫他每一首歌都唱一下，真的很对不起你。有一首歌我听了也是好喜欢，就叫《忘》。对，你公你碟转系底度有2个版本，对不对？我们给不给来讨论一下，就是有一个永丰老师给版本，什么哈？所以底度要做这堂都永丰老师给上，对。迄个有堂神上五吹嘅乡亲朋友就要伫，其实伫神上五吹底度给各位都做对堂都永丰老师的声音，对他就会念，对，然后他的客家话又够清标准，然后就是很有他给气感跟咪西啦，对，所以你在望这首歌也会有，对不对？是一个写给阿公的狗 Q 冲吗？对，他就是把阿公。头摆个娘娘，你看什么的三忙图书，哈你摆人家的好老公，什么又有什么的用色，对，就是我必须要讲一下，听到歌词有时候会觉得说，哦，哇塞，就是很老派，有没有？就是很传统，然后有人讲过，你够真给你会想阿公还讲8是谁9是谁，那就是那一代人他传递爱的方式，没错，对，就是你知道他爱你就是这样，黑某就摸影视报嘛，20抢吹嘛，你看现在好像有听到永丰老师的声音，就是你在里面的诠释比较像是阿公对孙女讲的话，所以我听你这首歌我特别有感，歌词好简单，可是。我好有感觉，因为那就是那一代人对你关心的方式。有没有穿漂亮？我以前穿裤子，我妈说你不要只穿裤子，穿裙子。我说为什么？做妈一定会做裙子，那是他对你爱的表现。他说你有谁会用他就是关心你，对，才会对你说这些话。因为头发就唔对，头发就咁讲，我在娘美拜托。然后我就是每次阿公开始念的时候，就说好烦哦。但是等到我18岁，然后他过世了几年之后，我就想到，好怀念哦，没有人在旁边念的感觉，然后就想讲我干，伊讲嘅发写下来，他就唔记得，他就会记一生人，然后你把俺摸也安尼孙内出生的时间就不用念堂然后会做2个版本，是因为。第一个版本的忘呢，比较在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很后悔没有好好的，就是珍惜跟阿公相处的时间。但是在做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对于生命这件事情有其他的想法跟见解，所以我当时私讯给永丰老师的时候呢，我给他的画面是我们一家人坐在客厅。然后可能下班完吃完饭就坐在客厅聊天看电视，我也没有给他限定角色，就是一个我的亲近的家人，因为够亲近的家人他才会这么关心你。然后还特别选的是第2段的歌词，因为第1段的歌词就是一些念的，然后第2段的歌词会想到你要在什么上都安讲，很满意的模样，是一个很骄傲的语气。对，我觉得。那一句话对我来说是最怀念的，我最想要再听到阿公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就特别选了第2段，请他帮我念，然后没有限定角色，就希望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可以带入任何一个你想要听他这么说的人。好了，就是刚都进广告要哭了，要哭了！哇，乡亲朋友先聊下练下菜，你等下张总来谈其他嘅故事。因为到翻译走在绕墙到你来自闽南故乡的从头故事，有说3类的鸦片，哇，就是要出新专辑了。我们上段节目有共到那首这跟永丰老师跟他合作的歌曲，对不对？所以后来永丰老师就答应了。对，然后他就很谦虚的说，他只怕没有办法替我的创作加分。但是现在很开心。对，现在就是很谢谢他答应这个邀请，然后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地区的客语，所以在录的时候觉得哇，
很亲切，很亲切，然后真的，的觉得好好听哦，客语真的很好听。尤其是透过它，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讲都很难跟上一代一样有那个韵味那个愧靠，所以就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可以留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就觉得好开心。还没会有一种感觉，就会讲。这个永丰老师安永给表演，也不是只有在声响乐队的专辑里面。我那时候想说，以前都只能在声响乐队，现在我的专辑里面也有哦。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是小小的。我听过非常多嘅客家歌曲嘅转型，我必须要很承认，就是说我听淑蟬的歌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语言真的不是隔阂。对啊，为什么你泰卡真的这句话可能已经讲10年了？你讲啊，根本你喊黑讲100，泰卡上看啊，你弹BLACKPINK 嘅歌曲有没有？哈，黑梦就弹5月天嘅歌曲，黑梦就会骂个韩团啊、日本歌，你不就是听一种感觉吗？你不就是听那个情感吗？对，那你如果有一首好听的。民谣的也好，流行给也好，按用给歌曲，其实就会 Q 用个感觉。我今天真的更加有这种感觉，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如果说我们在过去个10年，我们很习惯的语言黑法尼我们都听华语流行歌曲 ，OK， 好，那就是一个习惯。对。可是我从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哈日。就听日本的歌曲、流行歌曲。这几年那泰嘎就很哈韩，有冇？泰嘎就很多嘅黑嗓音，听矮哈，很多嘅黑嗓音就会唱韩国的歌曲，就听得好像就是一副你很会唱，有没有？还学有没有？那其实跟客家歌是一样的所以我郑重的再讲一次。其实乃真情，我觉得音乐无国界这句话听起来老派，不过就真的。我是从小就很哈客。我记得那个声响老师，他种树得金曲奖那年，这是不是也是你去参加歌唱比赛？对，我就从小就很喜欢那一首歌，也算是你客家歌曲的起源吧，启蒙这两个嘛。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有就是加入吉他社，然后大学有一个吉他的弹唱比赛，这时间就上公还会。用《种树》这首歌去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的那个学长姐还直接对着我说：“邱淑蟬，你拿这首歌去比赛，你绝对不会得名。”他直接这样对我说。然后后来，而且我必须讲啦，就是说你还挑了一首很难的客家歌，就会沈响老师的《种树》，其实它很难呢，是吗？我觉得对。然后就后来比完赛有不错的成绩，然后是第1名吗？对，然后。那一场比赛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因为那个评审是谢明佑老师，然后谢明佑老师在比赛完之后呢，他有一段讲评，他就说唱《种树》的这个女孩，对，他听得出来说他很爱这首歌，然后他很进去这首歌里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算大家其实听不懂客语，但是可以透过我的诠释去感受到我的情感。对呀，那黑公你唱的不是种树，你唱的如果是印尼歌又怎么样？黑公黑泰文歌曲又怎么样？它就是一束狗口。可是大家真的就会有一开始真的会有一个门槛，就是说我没有要听客家歌啊，唐姆社啊，你黑唐也是泰文歌好。糟糕，我今天其实一样嘛，对不对？可是泰家周一堂都淑蟬的故事，其实你看年纪轻轻听树一比，所以狗口就会种树，而且得到很好的名次。其实共磊共益就会你对那首歌传递给情感黑马该，不过更多呀，其实你后来这整张每一首歌都会你自己的创作，从某你去给瞎词瞎写曲，对不对？所以你在因为你刚才有共东嘛，黑公益堂永丰老师共客家饭，就会知道哇。我们这一辈用一共都没有给这个这种咪西，有没有那种韵味？那所以你在写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依赖字典，或是很需要问人？我就会打电话给那个我妈妈，她说：“不要，可以是哦。”奶奶会打嘴鼓啊，全部用哈发，因为妈妈我们家已经有那个孙子辈了，然后妈妈也会习惯跟那个孙子辈都讲华语，然后我就说：“你家刚才公爸就会讲哈发哦。”然后他如果不小心串出华语，我就会说：“中的。”对，就是还是多把那个哈发搬到日常的场景，然后跟我觉得六堆。
文化研究协会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字典叫做六堆词典啊然后它里面记录的就是六堆这个地区的哈比较特别的客语，我觉得很棒，因为可能有些我们从小讲到大的词，但是可能跟其他地区不一样，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比如说我在那个所在那一首歌里，手猜，底边有下到，基础。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可是我们贵嘛，对对对，因为我后来上网查，都查到桑楚或者是宜楚，都没有看到有人说基楚，然后就想说，是我记错吗？然后打电话跟我爸爸妈妈确认，他们说就基楚啊，然后我就在跟我妈妈讨论基楚到底会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想到可能就是站着拿的衣橱，基起来一个基，然后。我后来也有在那个字典里面翻到这个词，然后就确认没有错，就是基础六堆特别的用法这样。好棒！而且刚刚如产有提到，就是受猜亚数狗 Q 低度给词嘛，对不对？所以你有一首歌是黑受猜，黑下本狗熊给狗嘿，那就是心之所在的感觉。哦，因为你在那里工作我们说你在那里。存在，对不对？那是有你生活的痕迹。对，你单枪按有你，而且听说这首歌录音是在外面。对，因为我们当时这一首歌制作野录，对，我们就把所有录音室，然后录音室里面的一些麦克风啊、界面啊，都搬到那个野外录音，也把 MV 拍起来。对，大家看到这个 MV 还以为那是你的故意，才不是，也是真的在录音，好不好？对，真的在录音。对啊，所以仔细听会有那个树叶啊，对，或者是河流的声音啊，跟什么狗过去，如果忘了一声就算了，就录起来。对，就是常录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人骑脚踏车经过，然后还是什么货车开经过，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天到那边东西都设好的时候，突然旁边在那个打田，然后我想说怎么办？然后妈妈就说我去处理，好可爱。然后妈妈就去跟那个人说哦，来摸留意，他谁谁，还是你给不给以后大田？对，他就我觉得这只有乡下才有办法。我跟你讲，在台北，我不是要批评，我在台北就会说不好意思啊，不要在这边录音。对，然后那个人就说哦，没关系，我根本就没大田，没有关系，他就做别的，对。对，而且搞不好他今天要弄什么大拜拜，没关系，我根本你不要拜拜，你们赶快录。对，而且就是选择在家里附近，算家里，就是从我们家到我们家的田里面会经过的一条，就是像是产业道路。所以里面那个 MV 都得看到妈妈家人这样。对对对，因为我妈的全程在旁边监督，好棒！我有没有好好唱歌？对我因为广告的时候有听这个舒产公沟啊，因为可能制作人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接近，我不想讲土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哈嘎狗树，就是很接近土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我觉得不是接近土地，我觉得是亲密。我觉得接近土地跟亲密不一样。我觉得舒产这首歌，要还舒产的专辑，我觉得跟家人，我觉得是一个跟自己很亲密的一个东西。对，好，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情感。我觉得这个情感可能是就是可能18岁。稍微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会对家里有一个排斥。懂。可是哇塞，你的叛逆很后面呢，国中开始从高中就开始有这个叛逆。现在是有要快问快答吗？你跟我讲，现在是有要，我们只剩短短的1分钟我问一题，我们要快问快答，讲很快啊。因为他们说舒产很宅，所以叫我问一题，就是最想去哪里旅行？如果有机会旅行的话，我想要去山上，也算，只要山上就可以了，对不对？我想再问一题，也是要嘎嘎哈，推一个高雄的美食，那个小盛丰的米粉，小盛丰的米粉很好吃。好的，我要你下一张专辑最想跟哪位巨星合作？5秒钟，我自己我喜欢这个答案，你就是巨星。好，我帮他讲一下哈，3号的机会又动豆改宣传改规划，还有我们改性改消息为了大家讲。今天很谢谢舒产来到这边，容易。好，所以各位乡亲朋友听到下来咧做认同了。校群复习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